后来继续来看婚林四湖的青年农民林宏志，伊所打造的四湖蒜头来得到婚林良品的认证。最近伊的线顶平台来就线，要来推xuất到四湖的蒜头。四湖青农林宏志回去家乡了后，全力推xuất四湖的蒜头，伊就打造的四湖蒜头品牌，进前更加得到婚林良品的认证。品牌嘛，一直推出新的创意的商品。就新设计的一个商品，那它是结合我们农产品跟艺术品，所以你可以吊在家里的厨房当装饰，需要的时候它是真的可以吃的，它不是漂亮而已。最近又推出线顶的服务，希望讲，那消费者会使买到蒜头，嘛会使了解蒜头的地形。透过过去的经验，就架设了一个网站，这样子就可以协助大家将相关的产品上线。伊嘛规划未来要去蒜头的仓库做记录，和盘商会使透过网络先看蒜头，再到产地去批货，希望讲会使将四湖的蒜头推广出去。批发商过去他要花在看蒜头的成本上面是非常的高，那之后他可以直接在云端在线上360度先看各个农民的蒜头。因为人口外流真严重，蒜农的年纪是愈来愈大，少年人愿意回去家乡做这款传统的产业，真正是无简单。